来看新北市一对翁仔某甲查囝将赛车体宜兰的大溪渔港哦，对导航的指示去赛车，煞驶入去海里。加上因是赶紧甲车窗仔架落来，8窗仔逃生。现场渔港哦嘛斗相共救人，人拢真平安。 轿车驶入渔港路口无等话，直接冲入去大海。危急的时阵，前座的先生弄车窗向车顶一直爬，后座的太太甲囡仔开车门向外逃。毋过一个伙仔伫海上步步沉沉，一直喊救命。好在在迄时阵岸顶有人，赶紧拼救生裤啊协助救援。救护车到位进前，落海3人全部上岸，意识清楚，也无明显的外伤，表明免送医。吊车也起港区将车吊起来。这事故伫七八下晡5点外，新北市一对40多岁姓廖的翁某，带11岁查某囝驶车到宜兰大溪渔港佚佗，疑似对导航行进入有航区，无设置落落海。 因天雨不熟悉路况掉落港区内附近的渔工见状，立即通知海巡人员，共同将3人救起。因为事发地点是渔事作业区，考虑渔民作业是毋是应该放河南，一直被人讨论。大溪旧渔港发生这代志，早都毋是第一摆。去年有民众直接买渔会，也无设置赛车落落海。港口看出去，因为看到海边，觉得说，好像就是平平的路，但是他没有想过，其实那个就是掉到水里面去。我们还是比较建议，你刚下去的时候，趁你意识还有，而且反应还有的时候，赶快把车窗打开，把车门打开。虽然消防署表示，万一赛车落落海，把握黄金时间开车窗、车门自保，不过若是路况无适，佮拄到天气无好，影响视线，也建议爱慢慢驶，降低事故的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